今日伫咧上帝，这是阮迄落的烦恼。当阮开册学到你的时，阮心中所有的惊吓、忧愁、伤心、甲艰苦，拢会当得到抛放。然后阮会当来了先对你遐来的享受的平安、喜乐甲光芒甲快乐。主啊，阮感谢你。阮要时时常来开嘴大声学到你，我尽量听去，你是充满出来，听人祈祷，享受平安的日子。感谢为咱的耳孔会当清楚听见上主的声来祈祷。专业做有你的信心来，因为来教我们自己，讨论我的心，用那健康，我的心，领受对你遐享受外面的唯一的情谊，把你的唯一两个事情的经济，心中伫阮的心中，阮的心因为你的唯一是你的关照，阮的性命因为唯一来表开出。把你的唯一正在信仰中的光时时来引导。再来为咱的目睭会当注目伫上主的阳光来祈祷。关于特别上帝，阮人因为心中的骄傲，自我的中心，随你来论断来批评，上帝你的作品，都无看见你的阳光甲上天大光。因此，你来小事每一粒感恩甜美的心，打开阮心中小人的目睭。我会当出发伫你的阳光顶面，愿你的阳光充满伫阮心中，这阮脚前的灯，光照阮头前的道路，来引导阮着你人生所羁绊人生的道路顶。最后，为咱会当完全的领受上主的教示来祈祷。阮这慢慢一个上帝，就是吼来参加所有的这一个合的心，让来到信天来亲近中主，让心里来明白我是，把你的信心来降临阮每一个心中，我们会当完全来领受透过俄罗斯来抛放我们的唯一个价值。把你的假期来甲人的性命来做所谓的性命，人的性命。我来祈祷感谢，拢是能够。最后，咱大家都要赢。我的心经过星星中我的心。在光流里，我的心经过星星中光，
真正不流离。我的心紧紧抱，心心中盼望。我的心真正不流离。我的心紧抱，心心中盼望。我的心真正不流离。
恁着对上帝认识，唱歌学落伊的名，为了迄个坐车经过旷野的修造大路，伊的名是耶和华，着伫伊的面前快乐。这是要来因信息伫163首，听同心心愿欢迎你。信息第163首，听同信心愿欢迎你。听同信心愿欢迎你，听同信心愿欢迎你。因其信会问题愿，加愿放的一切，地上所爱，纯双手，心切切脚步。听同信心，听同信心，听同信心，欢迎你来，请大家起立来转手。圣经内国的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玛利亚出世，伫温柔病倒入来受苦，定是会死埋葬5年久，
第三日对上中国话就天，他这专业的上帝大名，伊要对他来心话话较死人，我信，我信，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下面要替国我永远的怀念，阿门。会同请坐。课文第一篇。课文第一篇第信息后壁面。以色列啊，要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上帝应允。以色列啊，要注意听，恁要专心、专情、专力，向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遮个话，要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做，伫路里行，搁伫握伫手内做记号，着写伫厝个门屉。请大家靠头来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阮平安有这遮无路敬拜你。感谢你，互台湾会当伫即摆的疫情中，由我会使正常的生活，甚至是会使正常的出入，上班上课。阮为着这一切过去，阮认为是自然的代志，献上阮的感恩。求你赐顺时伊伫的手来，伊伫阮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尤其是遐个受着即摆疫情影响的兄弟姊妹，甲因的照顾者，嘛求你伊伫其他医院阁受着疫情影响的政府甲人民，互政府有智慧会使来防治即摆的病情，互世界会使搁一摆过平安健康。主啊，阮需要你的带领甲扶持，互阮甲阮的亲友拢有健康的身体，会使平安的经过世上的苦难甲试炼。伫阮需要困难的事，你赐予阮开力量甲祝福。伫阮软食的时，你嘛互阮帮赞，因为你甲阮讲，有我的阮你就够赢，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成。主啊，求你继续带领阮正兄弟姊妹，互阮伫咧世间的路上会使合你的心，也是互相扶持、互相服侍，也是宜人的路，无行歹的人的路。嘛求你继续互阮用心来支持，因为你甲阮讲，所祈祷的是，你若恁所求的，成就一定。主啊，阮嘛知影，阮身边阁有侪侪人还未信主，求你亲自带领帮助因，会使透过阮的分享来明白你。主啊，今仔日嘛求圣灵到阮的中间，到阮里底。但是我嘛要用主教示阮的主导文安尼祈祷讲，阮伫你的话，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人生天理，阮的有心能让我阮，下面阮的国父，亲像阮了下面国阮人，我这传阮支持，
有变化断于爱，因果关于名和东西受，代代不息。阿门。继续要来请信光主任，信光主任赞美，因为赞美的习惯是规模摇花。上台话记载历史的第20章第1到第11节，出来第20章第1到11节，咱就请我来读。
上帝吩咐这的一切话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捌带你对埃及地对做奴才家出来的。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不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又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无用运用别的上帝去陪我，惯问我的我归救因的罪，对爸到囝到三四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十分互伊，直到千代。毋通滥散亲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亲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定伊做无罪，着记得按约例守伊做圣。10日内应该着还做你一切的工，到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老婆、女婢、真生，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厝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10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着去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儿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福长。毋通害死人，毋通掠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假的干证，妨害你的厝边，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老婆、女婢、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这是要来请贵国出来进入伊个地方，维系生命的要旨。今日另外大家平安。咱有一礼拜久拢一直落吼，今日难得一个拢无落雨天气吼。总是咱知影伫即个春天春天就是即个梅雨季节通过雨水会当润泽咱的土地，总是嘛求上天，互咱毋通有伤侪雨水互咱的雨水拢集中伫水库内底，免得咱造成这个水灾会发生求上帝特别怜悯祝福伫咱台湾这块土地，咱同心来祈祷。请问做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主日甲主日伫你的圣会，我要敬拜、多乐服侍你，像是也领受你所启示的话语，由你圣神开启阮的心，开启阮的目睭，开启阮的健康，互阮通领受你对天顶所寄落来一切的力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毋知在座各位兄弟姊妹对所谓即个限量发行，还是讲限量版即款的商品，还是纪念品，会感觉兴趣？一寡人真爱去购买一些限量的商品，还是收集限量的纪念品。有可能是简单要诚做个人的一款珍藏要收藏起来，因为这是因生活的这个乐趣但是咱嘛发现有一寡人来购买这个商品，是纪念品，是为着将来会当来变卖趁钱。毕竟这真罕见的物件，过一段时间了后，伊就会真实咱看伊的价值就会愈增加，愈来愈悬甚至会这个连翻几啊倍过去有一寡人咧收集迄个大红包包咱来看迄个每一年出一只大红包包，伊就每一只拢收起来，到伫几年前敢若就无发现迄个大红包包
所以有人想要去甲购买，我看个介绍，几啊十万所以有人为着收集这物件，要来变卖，会通得到搁多侪即个价值。有影对一寡罕见，也是讲特别的物件，咱点菜拢想要得到，因为这物件会通为咱带来成就甲满足感。我较实在一个真爱收集即个石头的牧师伊个厝内足侪石头过去嘛会收即个地鼓这牧师伊厝内用迄个架架几啊架内底拢石头去因兜伊就开始一个一个介绍讲这石头安怎伊迄对捡伊有啥物款的信用意涵，伊就代表啥尾后才知影讲。因后生实在是真烦恼啦烦恼啥物代志？讲有一天因爸爸过身这个石头就要转落讲因也无迄个收集石头的迄个兴趣所以讲处理对这样的石头，到尾后是怎样处理伊事实在是真烦恼。当然有一寡人将迄个真稀奇真特别的物件看做是会通得到。权力，或是得到能力即款的上顶。咱若看过电影魔戒，即个魔戒这出电影真有意思，就是人拢想要得到迄个手指，即个手指是代表权柄，代表力量。将即个手指挂伫手中的时阵，毋若是。会通称作是一个王搁较会通，咱讲个呼风唤雨甚至迄个灵界，灵界遮个奇怪怪的物拢会降服伫伊个面头前。当时咱看这个电影嘛真有意思，就是伊伫遐享受迄个权力之后，得着手指的人，好亲像嘛是即个手指控制。得到伊会通得到权力，但是你得到伊嘛是即个手指的迄个魔力来控制，甚至互迄灵性上歹的一面来显露出来。所以咱看即个魔戒内底有一个人物叫做咕噜这个咕噜一直想要去得到即个手指，因为对迄个手指的中间当着迄个权力的迄个滋味，但是。这手指互伊整个的精神拢错乱去所以咱看见这个得到魔戒的人，伊虽然会通得到权力，但是伊所失去的搁较侪。伊毋但是失去人甲人中间迄款的关系，伊也失去自我。伊讲毋知讲伊家己是甚物人。其实咱看伫信仰上。嘛有一寡罕见，也是讲真特别的即个性质对基督教，也是讲对犹太教、对伊斯兰教，这三个信仰，咱知影拢是敢信一个上帝。伊斯兰教是讲阿拉，叫做阿拉对这三个宗教，敢若信仰一个上帝，其实对侪人，也是讲一寡文化来看。真正是互人感觉真奇怪的代志，因为足侪文化、足侪信仰足侪所在，因个信仰拢是侪神足侪神所以因无咧敢拜一个神，所以互因我所接受的就是讲，圣经的中间，敢若讲除了上帝以外，其他的神拢是偶像。这对因来讲，实在是。真无尊敬的迄个宗教信仰，所以咱今日就继续通过10届，咱来明白，啥上帝伊要强调这项代志。咱通过10届第一届来了解，为虾米上帝要强调家己迄款神圣性甲迄独一性，以及上帝为虾米将这个概念下伫这个10届上头前爱去遵守的原因。伫这一摆10届信息中间有讲起犹太人的传统是将
咱今所读的经文第20是看做是第1届开始。啊，天主教甲罗德宗是从第30、第40看做是第1届开始，也改革宗的传统是从第3届看做是第1届开始。伫基督信仰中间，会将第10甲第20看做是10届的前言啊，即前言吼。伊的目的是爱提醒以色列人毋通袂记咧因过去的生活，过去伫埃及的所在拢是奴隶，并且上帝也提醒因，伊是怎样将因对迄个埃及做奴隶迄款的所在救赎出来。咱知影伫圣经创世纪记载，就是自从约瑟来成做埃及的宰相以后，这法老有特别甲伊吩咐，你着爱将你的老爸将你12个兄弟，甲伊的家属，拢带来到伫埃及的